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个利利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秋岛有5万人参加江启臣要求蔡总统就开放美国猪肉上电视辩论。头一批新冠疫苗上紧明年头一季尾有敢公布6类优先注射对象。台中捷运因为连结车厢的零件断去，宣布试营运暂停，列车总检查。新闻开始来看今年的秋稻主题反内猪过食案，讲是历来规模上大，有5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开声，要求蔡总统就开放美国3肉种猪肉上电视辩论。另外，路团也要求政府看重劳保改革，保障权益。来了，快来了！苏贞昌指导。我台顶举着蔡英文家苏真昌的人形旗，手提着美国猪肉卤肉饭，秋刀游行伫凯道顶场，现场有6港环保食安50外民间团体集合，大花反内猪顾食安，有袂少妈妈爱着囡仔行上街路，就是惊明年1月了后，民众要甲来克多巴胺猪肉加落去。我为了我自己小孩子的食安问题，我一定要站出来。请蔡总统重新思考，我们开放来猪进口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觉得他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然后就这样子开放了，那这点来讲是比较不满意的。我人识的鸡龟仔猪出现在队伍内底，前总统马英九甲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带队，国民党党员全台地方县市力量集合在自由广场，批评蔡英文剩39天就要开放内猪，却是无配套做法。江启臣话话要甲蔡英文点开电视的辩论。我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我在这边邀请你出来做电视辩论，好不好？告诉美国人，欢迎美猪，反对莱猪，好不好？好。大批游行队伍举着各色的旗仔，行到民进党党部重点，其中也出现捍卫中天新闻的蓝色旗仔。除了食安、新闻自由以外，路团希望秋稻回归6港议题，不是论做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恶斗。我在这边强烈的呼吁劳工保险、老年退休的保障才是我们人民所要的。民进党今天已经全面执政了，你民进党就不该告诉我们，过去国民党残害劳工，你民进党也可以残害劳工。桃园产业总工会呼吁政府重视劳保年金给付不足，爱扣资本利得税建立基础年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消息，今日增加6件境外移入病例，5个移工是无症状确诊，一个是对美国返来的台湾人。另外，指挥中心表示，上紧明年头一季会有武汉肺炎的疫苗，医疗防疫人员、警察、宪兵64岁以上的老大人列入优先注射的对象。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今日新增加6名境外移入病例，第613、614、617、618例，拢是10多岁1年级女性移工，分别伫11月初来台工作，入境到即马无症状，毋过说第14天将延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第615例是10多岁本国籍男性，今年8月中到美国读册，11月初伫当地出现筋肉酸痛，家属偏无这症状，家己食药也无看医生，11月20入境时自动通报症状，过采检，后来才确诊。第616例是30多岁菲律宾籍女性，11月初8来台湾工作，入境到即马无症状，一直到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迄今共617例确诊，那总共525例境外移入啊。另外，新冠肺炎疫苗采购进度，卫福部长陈时中透露，台湾落地已经有一寡疫苗，外界烦恼优先做的对象是啥？指挥中心表示，会将医事人员列为第一优先的对象。第二是机场防疫人员、维持治安的警察甲宪兵、长照甲社福机构的工作人员甲受照顾者，维持国家安全的军人、64岁以上老大人、19到64岁有重症高风险疾病者、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者，还佫有50到64岁人，囡仔无伫第一波治的对象。有关儿童感染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啊，因为它属于好像几乎都是轻症啊，那甚至都感染的个案数也都比较少，所以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优先接种族群里面啊，并没有包括儿童的这一块。
总经上强调，这是抗伫新冠肺炎疫苗全球提着机制 ，COVAX 疫苗拢会纳入考虑，所以辉瑞、BNT、牛津、AZ 疫苗，这拢会去买。若是顺利上紧，明年第一季就用提着疫苗。记者综合报道。từ高雄茶山传出一个63号人17去爬山说失踪到打，目前军方、消防单位也在调查，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提醒，茶山各保留原始地形，旅客若唔知路，千万莫乱行，避免危险。救援人员为伫茶山地形图头前研究找人的路线。高雄茶山一名63岁山友，17号下晡对茶山登山口入山，煞到暗时拢无倒去厝。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联第6天，家属甲同事拢非常的着急。除了报警嘛，伫面册答问，拜托山友斗找人。今天我们搜索的地方，我们是从少女峰，从那个登山口往少女峰的方向分 A、B、C 3线哦。然后昨天我们已经有针对这个地方去做搜索，今天是从 A、B、C 3线做扩大的搜索。人比较没有办法到的地方，我们用绳索的部分下那个垂降去做搜寻。军方、消防甲民间救援队长礼拜透早继续搜救。茶山因为有部分是军事管制区，所以附近拢保持原始的地形，唔但人要爬有难度，连救援客要爬去找人嘛有一点仔困难。常常误闯的点有那个少女峰，或者是那个海洋美景的点。那这些点大部分都是网红上网去宣传的一些秘境。白天的话，大部分都一条路都比较不会迷路啊。但是如果说还有很多岔路走出去，就比较危险。茶山因为是浅山地区，关度无悬，所以真侪人爱爬。网络嘛有真侪人会伫所谓的茶山秘境翕相打卡，但这寡路线大部分都无经过开发，沿路无栈道嘛无路牌，提醒民众无熟路线，还是莫入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台中捷运昨昏各样经过检修，发现是连结车厢的零件断去。今日召开记者会，台中捷运公司宣布试运暂停18台列车全面检查。造成中捷礼拜六局部停驶，就是这断去的设备，电联车车厢之间半永久连接器牵引装伫轴心。轴心这是一根粗的螺栓哦，断裂面在这里断，所以它一部分就掉下来，掉在这里。美国的零件供应商是国际大厂的供应商来供应，在这2天以内把这个报告整理出来。中捷北捷局日本电联车员长川崎动工，伫21暗时针对事故车厢做检修了后，发现断去的这个物件是美国原厂零件，因为是第一摆发生，最后决议中捷暂停试营运，18个车厢全面检查。这边会负起我们车辆制造厂的责任，跟我们的供应商去做这些品质跟制造跟生产的确认。负责中捷工程的北基机工处也指出，台中捷运18个车厢有9节是日本原装全车厢进口，9节是伫台湾组装。事故车厢是日本原装进口，8节为1997年开始都用共型的车厢连接器，到今嘛无发生断气的情形。连接器是没有发生过连接器总有断裂过的的一个部分哈。中捷强调，事故车厢发生的所在是伫高铁台中站的尾段，才会动向10人刹车及时处理。确实伫轨道因为是自动化无人驶，若受状况会自动停落来。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什么时阵会阁展开无时间表，按过12月19通车的时间无变。比较明确的这些时间，或是怎么样的方式，或是后续可以怎么样做一些处理。那我觉得这块我们用最严谨的方式，然后有效率的方式来面对这件事。台中捷运试行分21礼拜六这一天坐进厝526869人。中捷北捷机工处甲川崎动工记者会拢表示，会全面检查，按个问题拢指向美捷车厢连接器出问题。中捷公司强调，调查过程会公开透明，也安全无问题才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府计划对后龙的扣水池设供电设施，引起居民的反对，批评影响小头涨水。环保团体也赞成，认为选唔到位采供电棒，颠倒是危害环境。伫个公听会，民众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杜峰池的功能是啥物？杜峰池今年是要有防做大水用的，伫水面上用蒲桶设置水球型太阳能板，反对的人袂少。环保局已经有责严对杜峰池大雨的时阵无度发挥伊的作用。你若做悬的吼，就阁还好；做低水面的啊，即个水已经囤啊足悬的啊。
苗栗县政府计划在17公顷的后廊杜洪池建置6.5公顷的水力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委外工程案已经成交标啊！在月20日到地方来开公听会，民众即期是先斩后奏。官府讲会优先在明年先清土山，认为太阳能板未影响有风大水的效果。年底他们刚好签约，我们地方完全不知道说县政府要签约了。如果真的发生大雨的时候，还是台风的时候，那我们地方这边不管农民也好，我们居民怎么办？我想这个也没有所谓的先斩后奏啦，经过评估，确实不会有影响一些排洪啦哈。民众烦恼太阳光电系统建置了后，若拄到大水后，周边300多公顷的田会面临淹水的情形。公民团体是指出，对苗栗杜洪池到中华大城的近花一寡渔池啊，也有一寡歹种做农耕地、甲近花海保新生地，拢真侪光电业者设太阳板的目标。政府在推动绿电的同时，嘛要考虑极端气候带来环境冲击。超大台风、强降雨等等，都会导致这些太阳能板有很大量的损失，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农地上面的灾害。苗栗这个案场，即阵正伫报请经济部调设许可核准中，民众在公听会表达反对立场，希望官府会听一下民意，莫为着光电带来利益，而牺牲农民的权益。记者自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G20峰会开幕的第一日就防疫时事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各国参与中国推出的健康码国际信任机制。美国总统 Trump 出面强调，有风险会优先供应予美国，就离开白宫去拍高尔夫。由19国家欧盟组成的20集团 G20 20日开始举行2天的峰会。今年原本应该伫沙特阿拉伯首都里亚德办，不过受疫情影响，该线顶举办，也伫会期一开始就将焦点放伫防疫议题。والتقدم نشهده في تطوير لقاحات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فإن أولوياتنا القصوى تتمثل في ضمان إتاحة اللقاحات والعلاجات والأدوات التشخيصية بشكل عادل وبتكلفة ميسورة للجميع.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会积极参加支持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各希望各国参加中国提出的健康码国际核证机制，建立伫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智慧码形式打造健康码国际核证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俄罗美国总统川普为刺激经济所做的努力，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也保证因研发的疫苗会提供核证给需要国家。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强生也轮流针对疫情发表讲话。其中，德国总理梅克尔更是表态支持世卫组织 WHO。 Dazu gilt es,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nachhaltig zu stärken. Wir brauchen eine verlässliche Finanzierung, bessere Zusammenarbeit, mehr Unabhängigkeit. Und dabei kann die G20 wichtige, ja geradezu unverzichtbare Unterstützung bieten. Il ne faut pas oublier, au-delà du vaccin, de la recherche, que cette coopération doit aussi s'étendre au traitement et au système de santé primaire. 对会议无对媒体开放，经济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只有伫开幕时阵短暂现身，强调疫苗美国优先确保国内需求充足，再提供给其他国家。然后川普就离开白宫，去附近维吉尼亚州的高尔夫球场拍球。川普指控选举作弊，想要变盘阁失败。由伊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所主导，寻求阻止宾州官员进行拜登胜出的诉讼，予联邦法官不让驳回，理由是川普阵营无法度提出投票有大规模作弊证明。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甲新加坡原定今仔日互惠开放旅游团，却因为近日香港疫情恶化，延后实施。航空公司甲香港旅行社表示，会予旅客免费改机票，也是套钱。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搁再恶化，这个月20新增加26例确诊，其中9例是本土病例，而且传播感染源不明。原定礼拜要启動香港、新加坡嘅旅遊泡泡，就在前一天劃停。將呢個計劃咧推遲2個星期咧，係一個較為負責任，同埋我哋會喺10月初嘅時候咧，就住啟航嘅日期咧係再作公佈。
港府官员表示，香港甲新加坡的旅游泡泡设有样登机制，即摆2个任何一个所在7天内，平均每天不明感染源比例超过5例，旅游泡泡的计划就暂停2礼拜，一直到确诊个案下降了后，才重新开始。另外，顶礼拜对香港出发要去新加坡的头一个班机，大约有200名旅客受到影响。而航空公司甲香港当地旅行社表示，即摆是预订旅游泡泡航班的机票，乐园免费更改机票也是退錢。航空公司咧，其實就可以因為熔斷咗嘅話，咁變咗客人係可以免費去要個別去睇咯，睇下肯唔肯延期或者退款咯。香港防疫專家表示，即擺1天內確診個案維持雙位數。香港第4波疫情恐驚大爆發，唔拿旅遊泡泡的話題，包含演唱會，這人真多的室內活動恐驚攏要停辦。即擺旅遊泡泡是香港頭一擺甲外國達成旅遊泡泡計劃，開放兩地民眾免隔離旅行，互各界看做是重新啟動全球旅行的參考範本。即陣疫情爆發，如果還佫等落去咯。記者黃華報道。鏡頭轉來咱台灣高雄市動物園以外對受傷發現特殊的節肢神湯啊，伊個腳料頭早是無料的。動物園專工車專家鑑定，確定台灣敢真正有這款神湯的族群咧實際生態。目睭大大蕊，模樣古錐，爬佇樹枝頂懸，這是台灣真濟年無看到真罕見的節肢虎，會發現也是巧合。高雄市動物園安排囡仔體驗壽山生態，想要到學者專家做前島探勘的時陣意外翕到。目前還沒有辦法真正公開那個地點，是希望它能夠族群還要再更大一點。將來如果說動物園高雄市能夠把它當作是一個爬蟲類的資源，來做一個教育或展示的話，我相信這個大概會變成是因為台灣就只有這個地方有。4支的鏡頭第1支攏無少，批判也較圓，甲其他神鴨無共，尾較扁，身體有點仔較正較大顆，這攏是分辨節肢虎的特徵之一。我們背後看到那個榕樹的樹幹上面，主要是樹幹上面。那像壽山這邊是那個珊瑚礁岩地形，那個珊瑚礁岩的那個孔隙都有可能看得到小隻的。這擺發現也好高雄市動物園真重視，會將這擺珍貴的生態資源，加做園區推動新民營隊的重要教育，未來也針對台灣原生動物做環境保育加教育的導致重點，讓市民能有親身體驗生物多樣性的可能。記者綜合報道。古早來講，一府二鹿三艋舺，形容台南府城是台灣上繁華的所在。現時台南中西區的民權路，正是5條港貿易的主要路線，也是南北二路行到往來要地，見證當地鬧力發展。來來去去的車陣，西台南市中西區的醫科仔佇咧走。這個所在因為是市區地勢上懸的所在，離安平港差不多懸14公尺左右，所以佇咧日本時代特別政府經做市政中心，包括台南州廳、氣象台、警察局，攏佇咧一庫練燈。對醫科仔拖出去，民權路頂就通看到地勢上懸的信仰中心北極殿。這個是咱國姓爺時代，咱的一個大上帝廟，吼，迄陣的名就開始叫做周嶺，吼啊，荷蘭時代吼，咱這個算府城上早的制高點一直較近，吼啊，所以這已經有400棟。人講北極地嘅廟嘛，就是最先經嘅嘢啊，伊嘅名字第9頁嘅看，相差一個廟就到。順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對民權路中段，擱再往西邊，就來到起佇咧乾隆到道光年間，當地上界鬧這個宮廟水神宮。宮的廟埕毋但是當地上大的菜市啊，也是所有高商交匯的集散地。糖糕、米糕、布糕等等吼，啊，所以這個水神宮吼，甲迄陣啊兩岸的貿易，譬如講，伊就是5條港內面這個手提啊船的一個端點，到為大陸來這個大船啊吼，這個商會搬入來，府城內面轉交到南北二路。
英国台南市5个河港由北到南有新港基港、佛头港、南市港、南河港、安海港。其中南市港就是现在民权路，伊也是经济发展上主要的线路。5条港伊包括伊的范围来讲，有足侪个伊各经无迄个势力范围，所以延伸来讲带动地方的繁荣。所以整个民权路来讲，会当讲属农工商。所有的行业拢总伫即搭遮做一个发展。你讲民权路有没有示威呢？其实我不以为然。到这是为止，也搁游园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一条街路。300多年前的台南市，每一角市拢有无同的文化伫咧发展，分散伫咧5条港伫咧兴旺。随望岁月变迁，5条港即马拢平民化。不如过这条台湾上早开始发展经济贸易的民权路，伊的风华和重要性要深深存在。记者民警刘水台南报道。台东的海岸有一大地貌，亲像北海岸野柳，红讲是小野柳。不过经过调查，小野柳的面积颠倒比野柳大，当也正式改名，号做富冈地质公园。东海岸小野柳国家风景区的大石区，经过千万年造山运动成全，加海性侵蚀5公里长的海岸线，各种奇岩怪石，早期这风景甲北海岸野柳真共款，一直被叫做小野柳。不过当地富冈里的社区居民争取要甲野柳区隔。这个月，台东县政府以文字化审议通过，正式公告正名叫做东海岸富冈地质公园。因为这边有一个叫做富冈砂岩，那这个富冈砂岩呢，原来沉积在深海的这个地方哈。刘英山强调，富冈地质公园也是台湾岛形成的重要证据之一，应作为环境教育、地质旅游的真好的所在。富冈地质公园也伫东海岸国家风景区小野柳的游憩区。相关处表示，未来会甲富冈社区合作，做地质导览介绍旅游。小野柳不再是以这个原本这样子一个景区的概念，是希望有融入更多的环境教育，还有地质的知识，还有我们在地的产业。只要有办游程呢，我们都会走过这些地方。富冈地质公园内底也有各种风华的大洲，形状亲像是动物，会互游客又看卖。因为县府9月才公告，内基的乌地是地质公园，即马佫公告富冈地质公园。台东县即马是全台地质公园上济县市。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后日头东北风同以北东部会变天落雨，中南部要维持好天。拜3到拜5东北风会转弱。台湾西边的天气好，会较烧热，最好来关心明仔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1度到26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外岛地区17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咱再会。